你睇唔睇到啊？魔鬼啊 Hello， 粉絲們，我係嚟自香港嘅吳師傅，個個都叫我做林哥嘅，因為我由香港咧漢堡飯莊嗰度過嚟嘅，所以我覺得佢嘅招牌菜芝士焗龍蝦非常之有特色。幫我嚟到馬來西亞就改良咗，佢就叫芝士焗生蝦。哦，因為我由香港咧漢堡酒樓嗰度做過，又跟住學過嚟嘅。因為香港咧首創嘅芝士焗龍蝦就係漢堡飯莊發明嘅，所以我嚟到馬來西亞咧就改良咗芝士焗生蝦。咁我哋揀靚嘅蝦，我哋精挑細選，揀咗呢個非常之多福嘅生蝦，因為佢夠水咗特別靚啲嘅。哇！你睇幾多刀啊？哇！呢個傳説中漢堡嘅芝士生蝦究竟係點樣咧？哇！哎呦！個蝦唔可以太熟，又唔可以太生。係係啦。哇！第二個步驟啦，洋湯，OK。跟住主角出場啦。秘製芝士啦，呢個咧就係首創喺香港芝士龍蝦不過而家馬來西亞我哋用生蝦，如果你用龍蝦，你特別預訂一樣做翻香港嘅漢堡龍蝦芝士，不過正式成日要咁樣食嘅招牌，因為原汁原味啊！哇！咁講流曬油啊！係。一間當我滴少水落去，因為唔可以太高溫，等佢蝦硬咗。等佢嫩滑啲。師傅講咧，其實咧係生蝦，其實仲好熟過龍蝦所以呢個咧生蝦個又高啊！又高，呢個係我哋馬來西亞嘅特點，所以咧你哋食呢個生蝦配呢個芝士咧就啱噶啦。我首先公開呢個秘密啦，呢個芝士我哋唔愛落任何味道，就係食個芝士啦。哎呦，好！哇！你睇唔睇到啊？魔鬼啊！魔鬼上身。傳說中嘅漢堡嘅芝士焗龍蝦，而家就芝士生蝦，請大家品嚐下啦。呢個味道。呢個芝士咧就唔係一般嘅芝士啦，因為佢入料好鹹，入料好油膩，跟住佢煮出嚟咧唔似佢芝士蟹咁啊水水，係啱。跟住佢又有蛋嚟溝嘅芝士啊，特別唔一樣啦，係好自豪嘅一個出品，係就係講，哎呀喺全馬來西亞得喺呢度食得到呢個來自香港嘅呢個傳統嘅味道。鎮店招牌菜就係芝士焗生蝦啦，因為我哋嘅秘製嘅汁醬唔會外傳嘅，你嚟食下咧就知道獨一無二㗎啦。